每一天牧师甲恁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7日。约翰福音8章32节安尼讲：恁要捌真理，也真理要互恁自由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生命自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透放阮心灵的上帝，你是阮生命的主。主，你互阮知，基督透放阮真做自由，所以阮就徛在无搁互做奴隶的担来压制。主啊，阮常常受到家己的想法甲见解来约束，阮也常常用律法的心来约束家己，甲约束别人。总是阮袂记你所设立的律例甲教示，毋是为着互阮受捆绑，真做重担。乃是要互阮得到自由，得到生存。主啊，愿恳求你，互阮对认捌真理，来得到生命真正的自由甲平安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愿咱每一天搁较侪来认捌主的真理，互咱的生命得到真正的自由甲平安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